另外，是有业者趁这个中秋节进前，农产品的需求较大的时，去走私18000多公斤的这个咱管制进口的中国蒜头甲香菇丝，这总数咧价值是900万。即马保山总队已经照这个违反走私条例，甲4个嫌犯送去高雄地检署侦办。 想往外口写菜头，侦查警员拍开一看，内底煞拢是蒜头。保山总队第2大队接到情报，讲有业者8月底用中国菜头合法申报，内底煞偷藏18000多公斤，和台湾管制进口的中国蒜头佮香菇丝，这市价都有900万遐济。该指货柜前排先装载合法申报之白萝卜掩人耳目，于中后排却用箱中箱方式夹藏劣质中国蒜头13800公斤。 中国香菇丝4400公斤。走私品质歹的农产品，无经过农局残留等等的检疫过程，品质安全拢无法度保证。嫌犯4个人本地想要趁中秋农业需求增加的时阵，趁一手大度的，想要到互依照违反走私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若实际来到市场，大商嘛甲消费者要安怎分台湾的菜头佮蒜头？台湾的萝卜它煮比较快烂，就是它更熟啊。 然后你如果进口的萝卜，它要煮很久，然后它那个外皮要削好几层。它是这样圆圆扁扁的，每一颗都是一样啊，它的皮很厚，它一剥开哦，很容易脱口。啊，这个台湾的就不会脱口。大商表示，因为进口的蒜头，这香味甲咸味拢和台湾的无对比，有一寡业者都会挑工甲介绍定甲台湾的差不多，假做是本土的农产品。 不过，台湾的菜头甲蒜头，这看起来、食起来，拢和外国的有差别。民众就要详细看、斟酌紧，买到安全、符合家己口味的农产品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